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北地检署侦办金华城案，早起指挥人证署敲找违禁集团，佮有国民党台北市员尹小碧的办公室。郑文灿伫桃园市长任内涉嫌贪污，被起诉，法官裁定2800万交保。国民党立委郑天才嘛涉犯贪污罪，是以200万交保。入要开学咯，今年高中小的代理老师欠业真侪，搁歹找，有学校已经招聘5届，嘛是找无老师。咱先来看台北地检署侦办金华城案，传出讲今仔指挥人证署敲找违禁集团主席沈庆金的办公室，搁有徛假哦，搁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尹小碧的办公室，嘛传唤沈庆金搁尹小碧等人到案说明。民进党的主席郭文哲伫台北市长任内的金华城案哦，互检举讲甲土地容积率提悬到840%，有盗利的嫌疑。台北地检署进前是以被告的身份来传唤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金生，搁有几在前任搁现任的官员，搁有都委会委员。伫今仔早起哦，嘛去搜查金华城幕后头家沈庆金的办公室，搁有市员尹小碧的办公室。这个行动哦，检调搁人证署拢正低调，嘛已经甲部分的人员哦移送地检署咯。咱再来看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被指控伫桃园市长的任内涉嫌收乌西500万，被以贪污罪收押47天哦。桃园检方昨甲伊起诉，嘛要求法官判12档的有期徒刑。桃园地方法院伫今仔半暝点外裁定郑文灿是以2800万来交保，限制徛家，嘛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伊伫半暝1点钟哦，装着钱，伫今仔透早5点外离开法院咯。规人加正散，无啥精神，拢无讲话。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涉贪的案件，桃园地院伫今仔透早1点外裁定郑文灿2800万交保，限制大的所在加出境出海8个月。郑文灿被裁定交保了后，以前的部下间亲友伫1点钟内装着保释金。今仔透早5点外，律师陪伊坐车离开。郑文灿涉贪的案件，伫咧被羁押47天了后，桃园地检署宣布侦结，依照贪污等罪嫌起诉郑文灿等11个人。检方指出，因为汇款的金额到500万，而且郑文灿自头到尾拢否认犯案无后悔，更加判以当判12年。102年的8月22日，杨姓被告在请托之后，曾经向这个郑姓被告表示说，假如能够给予帮助的话，我们不会失礼。得知所使用的行动电话遭通讯监察，来源就是那个郑姓被告有跟他讲说。你爸爸嘴巴很大。图检表示，姓杨、姓敖加姓廖的被告，希望甲南口华雅科技园区东边9.12公顷的农地进行市地重划开发赚利头。自2016年开始，拜托郑文灿，并且送钱，拢互检调掌握监听。敢若是听到风声，郑文灿赶紧甲汇款退回。因若检调几多遍申请搜查郑文灿的徛家，拢被驳回，一直到羁押了后才摕到搜索票。伫房间暗柜内面发现2个保冷袋啊，内面有现金678万5千块，以财产来源不明罪侦办。郑姓被告的台北市的某居所扣得不明的大额的资金，达到678万5千元。施姓助理的家中扣得87万9590元。自办从化的利益，在检调的起诉书里面写得很清楚，如果达成的话，它的金额高达24亿。难道郑文灿只收受了500万？这都是检调后续必须要调查清楚的。希望社会大众给予法官时间空间，让很多的证据摊开来，在法庭上做一个攻防及调查。国民党指出，图检依法起诉郑文灿是换来证据，希望司法公正审判，莫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严听不犯。因若民进党是讲尊重司法的调查，一切依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的立委郑天才，嘛涉嫌收乌西几啊百万哦，互厂商的人去挂伊立委办公室特别助理的职务去敲代志，协助业者去施压公务机关。北检昨问话问煞，郑天才是以200万交保，嘛限制出境甲出海。
真多媒体等伫咧外口，国民党立委陈天才拢无讲话，因为涉嫌收汇款几落百万，和台北地检署约谈，而这案先后有令2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200万。案件是依照涉嫌贪污治罪条例侦办，规件代志一个等待检方对陈天才立法院办公室等所在搜查断回相关资料调查，伊办公室的助理也拢无讲话。北检去年侦办陈天才办公室前执行长张庭良涉嫌以被囚徒的身份，替内政部营建署组长张志明牵线，互行厂商摕到婚姻绿灯的标案，贪污7500多万。北检迄当阵认定陈天才无涉案，只可能起诉张庭良甲张志明等人。他的事业那么大，怎么会去？我搞不清楚了。营建署的那位姓张的是他的弟弟还是堂弟啊？我就不清楚他怎么会这样的情况，因为他从来没有跟我谈过这个事情。案件揭开的时阵，陈天才接受访问时阵讲，伊拢唔知影。验过检方发现，有几落间厂商透过张庭良介绍熟悉陈天才，因为陈天才伫2020年到2023年之间，收厂商100万的汇款，和厂商特别助理的名头。那业者拄到代志，陈天才就用立委的职权去排解。团工至少协助5间厂商，该搜索就搜索，该办就办。那么，但是呢，绝对不要罗织罪名，然后正式办案就好。希望勿枉勿纵，检方或者是司法调查能够尽快的还原真相。立法院休会也无凭证，顶礼拜才发生民进党立委林义景涉嫌诈领助理费，这礼拜个表出陈天才涉贪被搜查，国民党希望检方依法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热清着上任100天哦，行政院长邓英泰今仔是举行行动创新 AI 类个执政101天的记者会，是以照顾和发展做主题，嘛针对基础正义、体育和运动发展的筹备，和用电打击诈骗、治水来进行施政的说明。跟总统的互相的工作，就好像一个太极图一样。用太极图来比喻甲赖总统的活动，指挥清楚，分工正秀。行政院长杜英泰早起举行行动创新 AI 类股执政101记者会，副院长田立军甲政务委员也共同参加。除了讲到过去100天的施政成绩，也向个人报告未来的新政策甲新建设。针对巨大正义、体育及运动发展部筹备，也个用电打击诈骗、治水加强论述。我们明年度已经编了73亿的预算，是比过去增加了4.8倍。未来会设置跨部会的打诈指挥中心，同时我们正在规划提供民众可以公开查询打诈案件的进度等等的一些平台。记者会是以照顾发展做双主轴，重点伫咧8大施政目标。杜英泰指出，为了要应应气候变迁，台湾需要更加精进的科技防灾机制，才能有伴有防。面对可能的天灾，行政院也核定新一期的水灾智慧防灾计划。因为外界也关心，立法院新会期将要到啊，执政团队要安怎应付调水野大的情形？下个会期因为面临总预算的审查，那个状况一定会比现在更紧张。不过还好，我们的部会首长已经有1个会期的这个经验，我们还是诚意沟通，人民优先。因为最近的限贷令积极风波，杜英泰强调，政府未有限贷令，但是关心金融市场伫咧贷款上所的安全准备。最近将会找央行开会了解，伫9月初6进前做出让大家人安心的决定，也针对新青安部分做出警告。若是有人误用滥用政策的玩具，做出违法脱税的行为，政府将会透过更加大的力量，和政策回归到原本的用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共的侦察机最近头一届入侵日本的领空，引起印太地区局势的紧张。国防部今仔嘛发布讲，有中共的军机30台来搅了咱台湾。外界嘛正关心讲，中共的军机敢有企图想要来入侵咱国的外岛还是离岛？国防部是表示讲，咱对解放军的动态拢有掌握。中共新冠印太区域局势紧张，中共的侦察机伫最近第一遍入侵日本的领空。国防部伫咧2月也发布侦察强机30台次，
其中飞过海峡中线建立西南加东部空域27台次，国加上强舰7台次，公务船继续了台。外界关心强机是不是比较侵犯日本领空，后一步会侵犯咱外离岛的领空领海。这种有可能侵扰我们领空领海的行为，我们也有相对的应对的方案的一个准备。另外，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国军的内部报告讲，中共在去年西太平洋军演费用是4928亿，目的就是要试验掌控第一岛链的西平。于中共近年来巨额的军事投资，其实已经对于周遭的区域环境安全造成了负面影响。国军强化建军备战，恢复1年期的义务役，上紧伫9月就会下基地接受训练。严格团讲，干部人力甲装备拢正欠，所以一寡步兵营的干部集体向立委电情。对此，国防部承认，新训旅是怎么人员甲装备拢无够的情形。在战争的时候，它是需要靠扩编动员，包含到它的车辆、它的一般装备是要靠民间来动员。它是只有主要的火炮、主战装备是满足的，就掌握相关的状况，也都主动的去完成相关装备的调拨。因那国军执行铁马操舰发射拖射飞弹，但是射中率偏低，团讲有停止的声音。陆军是否认，讲这边操作的官兵有一寡较有经验的人，带超过一半的新人，团成实务的经验。因过会伫后礼拜提出检讨报告，进行训练。记者综合报道。咱国伫今年巴黎奥运唔那运动员表现了真优秀，文化奥运的台湾表演团体嘛引起真侪注意，受到肯定哦。另外，阁有为咱代表团为巴黎奥运设计的珍珠泥地冰针，大家是拢得抢。伫帕运即届是设计鸡排的冰针，嘛真有台湾特色。今仔解破新闻咱就要请一安来小解，互大家了解。是主播今日解破新闻来看今年奥运的话题。除了运动场顶悬选手咧拼输赢，私底下互相交流，大家嘛拢是好朋友。这届奥运，咱台湾奥运的冰针，大家设计出做一杯珍珠泥地形，向向撑起来，这是意外引起真大销量。其实这种奥运的冰针，唔是今年才有的。更加讲，会当讲是一种传统。那根据外国媒体报道，上早是会当找到1896年的这雅典的奥运，这初当时的冰针也是用纸棒啊加做出来，顶悬可能是印你国家的名，也是国旗，因为伊的目的只是要互人来认得出你是倒一国的，是媒体也是选手。这到尾啊，才一直来转变，大家才会愈做愈水，甲家己的国家的特色加入去。嘛，愈来愈侪变化，嘛变做是选手之间交流做朋友的相送礼物。甚至讲这美国体操女王、美国选手拜尔斯，伊嘛家己会当设计出家己独有的冰针。咱来讲，转来看今年奥运，咱即届做珍珠泥地加这咖子地啊，会当讲是台湾的 LV， 就真正有成功。人讲只要有看到台湾选手见面头一句话拍招呼，就是先问你讲，敢有珍珠泥地通好来换，真正趣味。即马奥运办煞拍运阁开办，咱换早加排出去，斗一组正港的这台湾下晡茶。嘛，另外阁有做台湾乌鱼加马祖婆，相信讲一定会阁再引起话题。这届中华奥会嘛讲，这届冰针所带动的热潮，真正是意外惊喜。嘛，希望讲会当继续传达正能量，选手嘛当得到好成绩，互全世界拢会当识识到咱台湾。以上就是今日解破新闻，甲镜头交登去主播。咱再来看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将去中国访问，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来进行战略沟通。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是报道指出讲，这是中美双方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议的共识。外界嘛认为讲，苏利文是为着刷来美国大选，来维护中美的关系。美国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到北京了后，甲王毅见面，随举行闭门会议。中美关系攸关两国，牵动世界。过去几年，两国关系充满了波折。在习近平主席和
拜登总统的战略引领下，我们实现了重返巴厘岛，通往旧金山。We are working to ensure that competition does not veer into conflict, and that we find ways to work together where our interests align. And all of that requires the kind of strategic and substantive and constructive dialogue. 美国11月总统大选，朱立伦这抓主要是要维持沟通，双方要伫咧2022年到2023年之间必须扩大，包括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抑有间谍气球事件，过几个月才刚好。不是去达成新的突破性的进展，而是通过战略沟通来延续过去1年多的中美关系稳定的态势，并且避免在未来几个月内出现新的危机。这种战略渠道的对话，中方都可能把台湾问题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我想这次也还会持续的谈。当然，我不认为台湾问题是一个短期的危险。但是我觉得在3-5年内，它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和危险。这是2016年到达美国白宫国安顾问第一遍访问中国，朱立伦甲王毅自去年5月到即马有4遍战略沟通，主要管控两国之间的竞争。最近一遍的会晤是今年1月伫曼谷，朱立伦直接甲中共外交高层无事先公布就举行会谈，大家也伫咧注意伊这边访问中国，是毋是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全球气候暖化热人是愈来愈长，透过碳白网传染的疾病，即嘛愈来愈多。欧美最近陆续出现真侪件西尼罗病毒的病例。另外，伫美国的东北部今年嘛出现真罕见的一款脑炎的病毒。南韩最近是伫南北韩的界界严格来监控有马拉利亚病毒的碳白网。西班牙南部的塞维亚省一次宣布，当地今年已经5人因为着西尼罗病毒死亡。目前，欧洲地区除了西班牙以外，意大利、希腊、奥地利、甲法国等10个国家，都出现由大白网所传播的西尼罗病毒。美国今年也出现西尼罗病毒，科罗拉多州甲伊利诺州甚至已有病人死亡。前美国传染病权威佛奇最近也因为患着西尼罗病毒带去，进前已经康复转去。感染西尼罗病毒差不多8成患者无症状，暗分2成出现发烧、头壳痛、身体痛、会吐甲走包这症状。除了西尼罗病毒以外，美国东北部今年出现罕见的东部马脑炎病毒，新罕布夏州一个病人死亡。威斯康辛、纽泽西、马州甲佛蒙特州拢有病例。东部马脑炎病毒透过带病网传播，15岁以下甲50岁以上是具风险族群，致死率高达3成，而且无疫苗。就算好啊，也会造成终身的影响。专家警告，全球气候暖化、热天愈来愈长，湿热天气对大病网的滋生甲疾病传播是真有利。We're going to see more severe cases, especially as summers get longer, warmer, and wet. 在南北韩之间的非军事区有真密的森林甲湿地，一直是大病网滋生的温床。大龙断附偌济病毒的大病网飞入南韩，互南韩一直无法度达到零偌济的目标。今年南韩科学家伫非军事区在监控中伫14点钟掠可能断附偌济病毒的网啊。 서식 쉴 수 있는 숲들이 많이 형성되어 있고요. 그리고 무엇보다도 피를 먹어서 알을 낳아야 되는 흡혈원이 되는 야생동물들이 많이 있을 거로 생각됩니다. 科学家表示，气候变迁，特别是春天更较温暖，加上雨量增加，可能为朝鲜半岛带来更加侪大病网的传染病。除了非军事区以外，南韩卫生单位一定伫全国各地安装706个网的追踪装置，望用彻底监督偌济啦。公司新闻警员庆朋友。 过来消息来看，假车牌上路的状况是真严重哦。台中石港有警察就掠到一台改装车，发现讲伊的车牌其实已经互吊扣。这驾驶嘛承认讲伊是伫网络顶头买假车牌。台中现代统计指出讲，台中市到7月到今，计共是有110件的假车牌来报案，嘛已经查到70件咯。每的双方拢有牵涉到刑法的假造特种文书罪。 警方伫咧街仔路咧巡逻，发现这台轿车敢若有改装，就随甲炸落来。到这边靠边就好像大闪灯，
警方查车牌，发现这个车牌早伫今年6月的时阵，因为超速互人扣咧，也毋过姓吴的驾驶也是开着路。警方8月20伫台中石港巡逻的时，发现这台轿车，一个甲问了男性坦白讲怪，就是网络以8000块的计绍，请人做的假车牌。其一主动缴回监理站，为日常生活需要用车，才异想天开上网购买客制化与自己原车牌相同之伪造车牌。假车牌愈来愈多，台中市刑大嘛接到车主的报案，讲车牌互人摕去用，受到处罚。警方锁定一个住伫桃园龟山的45岁男性，订诈车牌的机器，佮用别人的车牌号码去互警方甲抓起来。另外，警方也伫线顶发现伫新竹卖假车牌的人，甲业者抓去。警方统计，台中市对7月份到今是拢总接到101件假车牌的报案，目前已经查到70件，嘛甲244块假车牌扣落来。使用伪造车牌的犯罪行为跟贩卖伪造车牌者一样，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即汽车所有权人，只要车被选购伪造车牌，将可处3600元至10800元罚款。律师表示，用假车牌除了袂当免除违规的处罚，也会涉犯刑法的伪造特种文书罪嫌。另外，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部分，上重会罚到10800块，禁止驶车，车辆也会互人投条例。记者综合报道。高中小就伫要开学咯，也毋过有真侪县市代理教师的欠业各个精选哦。云林县即马是欠业24个，高雄市是欠业70来个。有学校是表示讲，今年的代理老师特别歹找，有的已经招聘5届咯，佮找无老师。县市政府的教育单位是表示讲哦，先以算点钟的老师，还是讲找退休的老师来代替代课。高中小咧要开学，老师要用咧整理上课爱用的物件。毋过真侪县市今年出现代理教师特别歹找的状况。以云林县的云林国中来讲，特教老师是招第6届，才总算伫开学进前找到人。我们这个学校这几年来最难招聘的一次，那所以我们招聘的第6次才把我们所有代理教师的缺额招聘完毕。云林县有24名代理教师，学校还在招聘当中。那其中有国小有6名，国中呢18名。云林县府表示，目前阁咧找代理老师。若是开学要是招无人，就会先找代课或者是兼任的老师，避免影响学生学习。毋但云林有欠代理老师，目前高雄市嘛拄到同款的状况。缺额人数目前是76人，这些学校目前尚未聘足的代理教师数，大多是1位到2位，目前仍积极的招聘当中。对于他的一个工作量。还有整个那个薪资的部分哦，其实并没有呼应这个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反映物价的一个水准，所以等于说这个职业已经比较不吸引年轻人进入这个职场。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表示，代理教师歹找原因包括整体代理教师的比例上悬，加上愈来愈无人想要做老师，呼吁相关单位应该继续提高正式教师员的比例，改善劳动条件，安尼才会当确保师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对伫美国结婚哦，台湾甲中国的同性卡布，中性的伴侣最近想要申请来台湾，说互移民署拒绝，嘛提起行政诉讼，嘛拍赢官司哦。也毋过移民署是拢无作为，应该再提起行政诉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是要求内政部得要依照判决来进行结婚面谈等庭书，专案协当个上诉。我们年纪都不小了，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直停滞在7、8年前那个状态，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往下推进。甲伴侣分别住伫咧两华，台湾的来源正挂念人伫咧北野的中国籍配偶 Ray， 2个人已经伫美国结婚，不过伊的另外一半被申请来台湾团住，所互移民署驳回，伊提行政诉讼，法院判伊胜诉。不过移民署重新处分，也是再一遍好管。透过诉愿救济成功，相关单位所无作为，互因第2遍提告。这一次的结果，他至少是在上一次的再往前一步。当然，希望他们就真的给我们面谈这样子。第2遍的行政诉讼即马有好消息，合议庭认为相关法规相关内政部审查，目的是要杜绝弊端，防止假结婚真入境。并不是相关机关对两华人民伫婚姻要件抑个结婚的效力有实质的审查权限，要求内政部依照判决进行结婚面谈等认证的庭书，
专栏还会当上诉。如果他们没有在第三地结婚，基本上就必须拿出在中国的结婚证明。他们没有办法在中国结婚，等于是所有我们要求台湾跟中国结婚的这些文件，基本上我们同性伴侣都拿不到。两化同性伴侣想要伫咧台湾摕到结婚证，其实有困难。按照国内法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卡伫咧中国并无承认同婚。要不过伴侣边已经协助4对同志打官司。诉请结婚登记，因那移民署对这回官司败诉，回应讲尊重判决，但是相关行政规划甲配套措施也未完成进程，将会配合陆委会政策，以专案方式协助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是亚洲头一个通过同婚的国家，虽然同志人权进步真多，也毋过台湾同志资深热线的热线协会是指出讲，针对一寡青少年同志因伫生活佮有社会上，嘛是常常去拄到真侪无友善的对待。勇敢接受变性的手术，用音乐为跨性别族群发声。乐团成员 Rachel 注意到愈来愈多 LGBTQ+ 的囡仔来听乐团，有时啊，佫会甲伊讲心内烦恼。他们不敢出柜，他们不敢跟家人去坦白。台湾同志资深热线根据2020年调查指出，超过4成的同志学生反映，定咧学校听到歧视言论，7成是捌听过教职员讲针对性别气质的负面言论。青少年同志烦恼，敢真正会当伫学校公开身份？这款友善是真的也是假的？是安怎早着立法通过同志婚姻伫厝内底，要是爱业。举例来说，来热线参加聚会的青少年同志，很多人都还是没有跟家人说，偷偷摸摸来参加活动。同志想要交朋友，毋过网络伤复杂。谈恋爱要安怎经营？青少年同志普遍拢干那会当家己哪做哪学。热线强调，虽讲即马有制度甲系统，毋过青少年同志想要求助的时，煞接受到无友善的对待。比如说，在调查过程当中，他们会一直不停地追问孩子的性倾向，那孩子其实会非常困扰，他到底要不要讲？就是他爸爸妈妈就在旁边，或许他爸爸妈妈还不知道等等之类的。未少少年 LGBTQ+ 的生活和国家政策有明显落差。热线建议政府制定青少年同志的全面性教育政策，嘛协助中高龄世代有更加侪管道甲资源，会当去理解同志，促进时代接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湾，逐当拢有上千个囡仔过车路的时发生意外，去年甚至有26000多人，是最近5当来的上济。特别开学路，交通部甲警管基金会合作，提供红仔车甲教材，嘛来修正道路安全的标线，要共同来守护儿童的安全。高中以下各级学校30都要开学，也毋过警管基金会上新调查发现，有半数儿童无想要家己上学去，因为车辆占据道路感受到威胁。进一步分析儿童交通事故案件，主要是冲出、跳出，儿童因为受限性悬、视野下，也是道路有十载顶视线死角，造成无看到行驶的车辆就冲出去。孩子好像是自己跑去撞车子的，那实际上是他并没有发现车子已经来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教育里面呢，我们就要教孩子在穿越的时候或者行走的时候，要不断的转头确认。根据交通部统计，我5年期间，每年平均有2.3万外的18岁以下儿童伫交通事故中死伤，去年更加是达到2.6万人次，是我5年的高峰。另外，儿童整体交通安全分数上低县市是苗栗县。台北市是6都中表现上差，不是只有在学校门口的那条道路，我原则上是以学校周边呢，大概是以150到500公尺的一个范围，做一个校园学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改善。交通部强调，会修正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新增标示通学区起点甲终点标志。参缩限，提醒驾驶人爱设置儿童也是行人。另外，也制作交通安全绘本甲教材，教导囡仔集转探，集中注意力行路。倒车变弯，爱确定车辆，搁探头看清楚，防范视野死角，平安倒转去。记者综合报道。为着提醒政府爱重视外籍移工的人权团体今仔伫内政部举行的防制人口买卖会议，就公开呼吁讲，政府就爱重视外籍移工的权益。
落实公平评估，落实公平评估。劳工团体抗议批评行政院拜三举办防治人口买卖运送工作坊当中，甲网络诈骗、性别社、甲器官裁度等等的议题，放入去会议主题。但是劳工团体就指出，根据2024年美国发布的人口买卖运送报告顺序来讲，家事移工、远洋移工、甲国际细汉学生等等的剥削议题，这是人口买卖运送报告的重点。政府的不作为，强害了这些渔工的人权。他们干了这么多坏事之后，每一年都要来做一个这个普渡拜拜。2024年，美国发布人口买卖运送报告，台湾虽然已经连续15档摕到第一级的肯定，但是在人口买卖运送、远洋渔工的问题，一直拢是美国建议咱爱改进的重点。劳工团体指出，台湾目前有77万的渔工，包括2万名的远洋渔工，因的劳动权益无受到保障，无公平聘用标准，无正常的劳基法，嘛无基本的人权保障。劳工团体批评行政院只是咧开支开会来拜拜求心安。在过去10多年来，我们一直被列为人口贩运的黑名单，其中大概有几个渔工的劳动权益的剥削、家务移工的没有劳动条件保障，甚至高额的仲介费、债务的剥削、扣留证件。对此，内政部是回应讲，远洋渔工的议题是政府未来关心的重点。在伙伴关系的建立研讨会当中，虽然没有列入渔工议题的一个讨论，但是我国对于渔工人权的这个重视，其实是相当的重视的。劳动团体要求行政院要正式回应民间团体多年来的诉求，要针对移工制度的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方案，才会当真正面对人口买卖运送的问题。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中秋要到咯，宜兰有一个中小姐，伊收到朋友送伊的麻糍哦，所发现讲还未过期，也毋过拢成功咯。厂商已经向消费者回信咧，表示讲会回收来送卫生局化验。收到朋友送的麻糍咧，也准备拍开来食，所发现红豆仔加土豆口味的麻糍生果仔，收到咧也被张小姐惊一条，唔敢拍开来食就单掉。中秋节到伫要到啊，不少民众拢会互相送礼。张小姐表示，麻糍的有效日期到8月26，伊23拍开就发现生果，这期店家的品管真正有待加强。当然会对这间商家会有所质疑他们的品质，品管的部分，对他们的品质这样子是需要很大的改进跟加强。做食上安全上第一啦，食品呢，我家己做食我嘛知影安全上第一啦。部分民众认为卖食品安全真正上重要，尤其即马阁是节庆期间生产量大，更加爱注意麻糍的生产厂商解说，商品制作工程伫无菌环境。经过48点钟脱氧完全无泄漏，这包装民众小条麻糍可能伫运输过程损害，才造成脱氧失效成果。那本次商品绝非它在制作或者是包装的过程中发生就是破损，那有可能是在我们的运输或者是展售转运的途中发生碰撞，那导致脱氧剂失效。厂商表示，徛伫企业伦理收到消费者反映信息了后，随回收内会收回产品，搁通报卫生局做化验，确定产品生果的真正原因，避免类似的情况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市太平的上顺路一段，共一条路的停车格，有的是停车爱收费，有的是免钱哦。一寡免钱的车格，就拢互长期互固定的人占掉的。交通局是表示讲哦，说来伊来规划收费，目前是可以甲地方来沟通，嘛强调讲哦，占车格超过7天，就会来调车。头前的玻璃、树叶啊、树枝满满是，显示这台车辆已经放一段时间。另外，也有车主直接把伊的车砍掉了，防止营业。台中市太平区上顺路一段的路边停车格出现真怪奇的现象，用新丰桥为界，以南的路段收费停车，车格拢无人要停；以北的路段煞无收费，一个车位都找无。较无理啦，你是迄是公家的资源嘛。唔是你个人的，啊无你圣公的做，无你甲租起来嘛，你用业主的嘛。要收费就通通收费，一半没收费，一半有收费，那有收费都不会停了，没收费都停满满。
民众批评车价占用上过自私，也有人认为讲规条路敢要收费，就要统一。根据统计，台中市路边的停车价有5万多价，其中有13000价，1/4是无收费。停管处表示，松顺路新丰桥以南今年3月开始收费停车，以北的路段是陆续规划收费，也搁咧甲地方沟通。太平区长顺路一段已陆续规划车轨，目前正积极拜访里长，以取得地方收费共识。对于久站车辆，停管处将派员前往勘查及记录，如确定有久站情事，将张贴车辆移置通知书；如能未移置车辆，将依规定予以拖吊。市府强调，太平区无收费的停车价有83价，主要伫松顺路甲宽泰东路。也若车价占用，会当以公有停车场收费条例来处理。车辆停伫咧路边共一个车价超过7天，就会互人拖去加强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午，台湾米其林指南公布2024年有青名单，这届是有49间的餐厅入选哦，其中3间3粒星的餐厅是甲去年同款，以食食真出名的台南哦，今年嘛同款拢无星级的餐厅。也毋过学者是认为哦，台南好食的物件伤侪咯，其实有星甲无星嘛拢无重要。油金的烧肉是中部菜用特定的部位去做的，金黄酥皮两塔是现点现香，表面真筋骨，真受主顾客介意的菜头粿，看起来普通，但是制作无加一滴水，严格把关品质。兼中式传统和现代广东菜，以江中餐厅连续第7档摕到台湾米其林3星。今年台湾米其林指南当中49间餐厅摕到星星，交通部希望透过好食米，请国际游客来，让全世界的人更了解台湾美食跟美景所带来的吸引力，也让有目的的旅游可以促进全世界的人更了解台湾。今年在评选范围内的台北、台中、台南和高雄4个城市内面，49间摕到星星的餐厅是包括台北37间、台中9间和高雄3间。当然，这摆嘛是无伫星级餐厅内面，不过伫米其林指南内面，以物件有价值作评分标准的 BB 顶推介内面中选31间。米其林指南国际总监嘛讲，南台湾的小吃表现真好，佮多元。Particularly in Tainan and Kaohsiung, we see a variety of Taiwan's small eats, showcasing traditional techniques and recipes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 对用升级餐厅来加持，敢有啥人客的效果？有观光学者直接讲，过去的调查显示讲，以入这星星做旅游目的的旅客大约敢若占1成。不过，得到米其林的评选，会当帮助台湾的好食米和国际接起来。除了宣传，嘛增加来台旅客的消费。很多人会说，为什么只有米其林才是不是大家所喜欢的？我想这个各有所好啦。它能不能去吸引到观光客？老实讲，我觉得它是比较不能吸引到观光客，但是它可以去让来到台湾的旅客，它可以增加消费。进前交通部已经证实，明年台湾米其林的评选会搁增加2个城市，但是何米其林去决定？学者嘛认为讲，这会当帮助台湾去拍第2线城市的知名度，避免亲像过去，搁再认为讲台北就等于是台湾，有机会甲旅客介绍去2线的城市。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有6万的新住民哦，市政府嘛办真侪课程，要来培养出一寡新住民的头家。有做清洁服务的公司，嘛有做加工的，嘛有人开饮料店哦，拢有袂歹的成绩，咱做伙来了解。公用领域也是私人空间，拢有提供清洁服务。成立5档的新住民清洁服务劳动合作社，工作人员拢是新住民，透过专职兼职的工时，互因会当经济自立，嘛会当兼顾家庭。从他们是没有收入或是收入很低，到现在他们也可以稳定他们自己的生活。当然的话，现在的话就你比较时间比较弹性的。缝缝0.5公分，大家就直直的车过去就可以了，然后手小心。除了清洁服务，再生部风铃的课程嘛培训了学员技巧，真侪人做出兴趣，研发出各种的产品嘛，接到企业领导的订单。我既有学习，然后又有一些可以接案，其实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我学到的东西是有用的。它其实在兼顾着收入来源少，可是又要照顾孩子这样子2头烧的角色上是非常焦虑跟焦急的。成绩高雄新住民会馆的民间团体发现，真侪新住民希望经济独立，所以嘛受限到真侪厝内需要照顾。辅导姊妹来成立的合作社，互因会当运用家己的时间。嘛有学员伫辅导成功了后会当开店。社会局表示，市府重视着因的经济培力，已经有37名新住民小组的头家，市府嘛
嘛跨局处提供着相关的服务，以台湾就业的面向来辅导，有兴趣拢会当来问。记者王柳婷考证准共报道。来看推出台语的李江桥台语文教基金会举办有影讲台语，有100字写台文，鼓励少年辈用台语来创作，是声袂少人来参加哦。作品嘛拢真精彩，咱做伙来欣赏。台语好，请问这是啥物菜？这龙须菜。好，龙须菜，安尼咧台语干嘛做连秋菜？就做龙，其实叫龟仔鸡，台语叫龟仔鸡。今天啊。伫高雄的学乐市场，学生囡仔洗菜市啊，买菜买鱼，拢甲头家讲台语。长期推广台语的李江桥台语文教基金会举办2020次有影讲台语的影片评选，得到第1名的是今年15岁高中生谢一杰。头一届家己伫菜市买菜，用自在的台语互动，影片嘛得到评审的肯定。学校其实较少像我这种年纪的人会用台语来抬杠，所以我感觉安尼是一个最好的活动。就是甲台语带入来生活当中，莫干那是课本。这届参赛影片的长度限制伫1分钟内，基金会当总选出前3名含3个佳作。另外，基金会原来有办正台的100字写台文评选，鼓励少年辈用100字来写台语文，计共是选出16个得奖名单。基金会表示，这是头一届用这么短的影片甲文章来办评选。事实上，要伫这么短的篇幅种出有台语的作品，原来是一项挑战。字数少，其实嘛是一个挑战啦。毋过当初想法就是希望讲，就是短的物件，短物件要伫网络流传嘛，大家较会看。希望就是更较侪人来对台语也是台文免怎写安怎写有台语开会即个物件会当更较来探讨安尼啦。基金会表示，100字写台文的得奖文章有按总的刊伫因所发行的台文网报内底。目前影片和文章评选这2项活动的得奖名单已经公布伫因的官方网站。基金会嘛会伫8月31举办颁奖典礼，希望台语会当一代拖一代，花开满山坪。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咱再来看台南第6档要来举办台语月活动，今年是有规划市啊、戏剧、音乐等多元的活动，要来呈现台南古城的文化甲风景哦。今年嘛头一摆参在地棒球队合作规划互动的游戏，做伙来看卖。水无唔对啦，我甲你讲哦，伫咱台湾这块土地400公顷，也是要做生意。你可拢爱用台语呢？铁骑路边创作者用戏剧的方式来呈现今年台南台语月的多元表演形式，不论唱歌、念诗，拢通用母语，嘛有5个表演团体，教授用台语来扮演经典的戏出。活动9月7日要伫5项艺术中心起稿，这回以台语起邦做主题。文化局讲，这代表母语继续生团意涵，推出各种类型的活动，互各族群拢有接触的机会。办一个台语的市集，阮是做较复古的物件，比如讲，阮有做一寡书法吉祥话，好叫大家当讲一寡好听话，我嘛有找会当讲客家语，也佮讲台语的网红来甲咱做对谈，讲为虾米伊要用伊的语言来做这个物件。第二个路线就是阮的带大家人去熟悉台南的传统的产业。台南台语月到达第6档，是全国头一个以语言文化做主题的活动，那结合传统，嘛参在地棒球队规划互动游戏。另外，伫联合国评为语言顶级中，台语来做消息的第3级，有作家认为台语有其他语言无法度代替的情感，应该赶紧挽救这款局面。古早的话吼，无当听，真有当时啊少年讲的台语哦，阮听无啦，慢慢会消失。这若无赶紧抢救，这就是一个死亡的语言。40岁以下这辈母语的这个普遍性较无遐悬，所以按怎去了解讲到底这个社群伊的这个文化的参与的方式到底是啥当要安怎甲遮的空间甲遮的这个较新的形态文化活动相结合。今年是王玉德台语博士100周年的纪念，市府嘛特别参新台合作举办国际研讨会，要让大家了解先辈过去伫台语文推出的贡献。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宝贝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7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
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华东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戴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